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8月18，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卫生福利部是药署宣布讲，因准国光生物科技公司开始办理武汉肺炎预防车第1期的临床试验。劳动部早起决议，基本工资的月级对自本的23800调整起来变24000，算点钟的薪水对158块起来到160。家人中间病院医师当研究出，敢若用母乳落去饲的幼婴体内可能较欠铁质，还佫有维他命 D。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佫加一站按菲律宾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目前也列出含当事人口有直接的29个对象，这当阵国内病例总人数是486个。另外，对台湾倒转去马来西亚验出染病迄个男性，5个直接的对象包含伊的牵手检验拢无病毒。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盖新的说明。今天有一位境外移入的个案啊，那他是从这个菲律宾入境啊，6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他是案486，长期在菲律宾工作哦。那他是在8月12号跟他的太太返国，15号就再去采检啊，那在今天确诊哦。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我们已经掌握了个案的接触者总共有29人。那包括他的这个同行的太太1人哦，就是马来西亚确诊这一例的一个后续哦。那他目前大概就唯一在追的这个4位接触者，那他们的这个检体，他们的这个核酸检测跟抗体的检测，目前4位也都是阴性，也就是连同先前的他的太太啊也是阴性哈。目前5位的这个在台湾的接触者都是阴性啊。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当嘛宣布讲，因准国光生物科技这间公司开始办理武汉肺炎预防车第1期的临床试验。不过感染症专门科医师嘛提醒讲，进站嘛得要明年3月国产的预防车才有法度生产落市面。目前民众第一要紧，还是喙炎得挂，手骨爱接洗。新冠肺炎疫情要继续伫咧滚价，全球急要爱用疫苗。是药署证实，顶日召开新冠肺炎疫苗临床试验审查专家会议当中，决议有条件审核国光生技公司进行新冠疫苗的第1期临床试验的计划。国光生技已经审核60个健康的受试者，等相关的数据完成上架了后，就会当正式执行。就由第1期的研究去了解它的安全性跟免疫原性哈，那它是不是适用在人体？第2期试验要看第1期试验的结果，去设计这个试验规划以及它的人数。食药署表示，为了加速国内疫苗的研发，每一礼拜拢甲国内3间大厂开会，针对国光生技提出的申请，已经审查试验的计划符合第1期安全法规，疫苗敢是有效，还佫要等初步的试验结果，才佫评估安怎执行第2期。感染科的医师讲，照目前基层的评估，疫苗要上市，至少要到明年3月份以后。第3期的人体试验呢，你大概感染者呢至少要上千个，就有上千个人被感染，另外有上千个人不被感染，做对照组来比较呢，你才知道这个疫苗是不是真的有效。那你如果想知道打了这个疫苗会不会让病更严重呢？你人数还要更多。医师分析。疫苗伫咧进入第3期人体试验的时阵，除了健康受试者以外，还佫爱千外的感染者受测试。到时若是台湾的病例数无够，就有可能爱去外国做。这瓶产品还佫有真侪挑战。若迄当阵外国的疫苗已经上市，全球一定会抢咧买，数量百面会无够，所以提醒民众都要积极落实日常的防疫，才会当度过无疫苗通用的时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手骨爱接洗，市面咧卖打洗手这款清洁产品800种，成分敢有保障？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抽查店头15款有酒精成分的打洗手，结果其中有8种产品的资料也是制造日期记载无够10层，佫有3件是广告词去宣传的疗效，那这是违反药事法，相当会当罚款2500万。喷喷的7切防疫新生活重点产品，都是酒精性打洗手，用随身炸，各用清洁手部。不过消保处抽样酒精性打洗手的产品15件，结果发现有11件拢无合格。管内顶管写有防手部细菌感染、净化细菌病毒这个广告的话，拢表示有疗效意思，明显违反药事法。如果有一般商品，它宣称说它是使用在人体，而且可以具有
杀菌消毒的作用，那这部分就会涉及到医疗效能的宣称。那如果只是商品标示上面只有写到抑菌或是抗菌等等的，那这部分我们是不认为它是一个医疗效能的宣称。消保处调香的地点是北部大型连锁店家甲网络11件无合格商品当中，除了有伫管新或者是广告当中讲疗效，也有8件拢无符合商品标示法，无确实标注制作日期或者是制作商资讯无完整。另外，消保处也查到网络防疫商品的广告，发现基热水除草抗菌喷雾100毫升，无摕到许可证，违反环境用药管理办法，要马上回收。它不仅违反那环保署的环境用药法，也违反药事法。环境用药法已经处罚了6万块钱那药事法的话，还有一个就是60万以上的一个罚款这个有可能会被罚。非药品洗手液都袂当讲疗效。防疫商品广告卡数牵涉抗病毒、消毒、局部杀菌或者是舒缓过敏症状，拢牵涉违反药事法。这无合格商品，销售也要移车各地方主管查处，各罚款60万以上2500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一个对中国过来和台湾人配亲的女性，因为得到灵癌，赶紧就爱手术。早当时对于嫁过来的查某囝，当已经要读高中，连咪都有通摕到台湾的身份证。谁知影讲年初倒转去中国，煞袂当搁过来。但即阵也得到政府专案许可，已经入境搁来到地。即当阵做老母的也讲，家己会当安心去手术。厦门航空 MF887 班机载去到桃园机场。伫台湾钓监的中国籍配偶郭文万的查某囝申请专案登来台湾，总算入境，这嘛是小明专案登来台湾的头一个。能够回来台湾，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很开心，很开心，谢谢妈妈了。那隔离之后想要跟妈妈做什么吗？为海南来的中国籍配偶郭文万，得到灵癌第3期，已经转移到关去，爱赶紧动手术。伊阁亲身去机场甲接，伊真激动。是讲甲那后甜表示，因查某囝是伫去中国办户口转登来台湾的停书当中撞到疫情，才调伫咧中国，真欢喜，今嘛某仔囝总算团圆。感恩感谢，听到我的声音，好像我的女儿回家了，谢谢谢谢，真的很感谢，真的很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郭文万的查某囝今年就要升高中啊，翁仔某先去学校办理相关的手续。因真欢喜，讲查某囝总算倒来到台湾，会当继续完成学业。安尼伊嘛会当安心动手术。真感谢政府帮忙，嘛会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蔡英文总统早起接见来台湾做头路的美国企业所组织起来的台北市美国商会会长金基伟。蔡总统嘛特别感谢美国商会有建议因的政府，就要赶紧和咱签双边贸易协定。美国的《纽约时报》嘛针对咱两国这站密切的往来分析讲，这就是要对抗中国的打压，政策是未承认的主权了呢。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顶礼拜访问台湾，唔那签署卫生医疗合作备忘录，嘛展现台美合作甲真密。总统蔡英文10日早起接见台北市美国商会会长金基伟，除了表示会拍拼来打造6大核心战略产业，互台湾加做未来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嘛是美国面对供应链重新整理的时阵，伫咧亚洲上好的盟友。嘛感谢台北市美国商会伫咧白皮书当中建议加速推动台美 BTA。谢谢 MTN 在今年的白皮书中建议美国政府加速推动台美的 BTA。我相信透过台美 BTA， 双方可以发挥产业的互补性，那么台美的经贸往来也会更深化，带来更多的商机，创造双赢的发展。台美经贸合作是最近以来互注意的重点。真正阿扎尔访问台湾时阵，就捌传出讲是为着要讨论台美自由贸易协定 FTA 签署问题。不过外交部强调讲，台美的经贸协定包括 BTA、FTA 是由经济部来负责，希望伫咧下半年会当有贸易谈判的空间。我们一直跟美国表达，我们希望跟美国签署BTA 的这个意愿。那其实经济部是代表我们的这个主管单位，也一直在跟美国有接触。下半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进展？我想这我们一直都在规划当中。
最近以来，美国挺台湾的动作不断。纽约时报嘛分析讲，美方想要强调台湾的民主性，来对抗中国压迫台湾国际地位的作为。有台官员嘛尽力互美台接近国甲国的关系，敢若查讲无承认主权命令。针对这个代志，外交部是回应讲，台湾甲美国的关系真密，嘛拢有保持积极的态度伫咧沟通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高雄市长的补选，国民党虽然战败，毋过嘛宣示讲9月党代表大会就会提出新的方向。早起江启臣主席宣布，要推动未来公民投票，会当搁再含选举共一日举办的人数。李干事副秘书长阁讲，会开始要求中央级的人员袂当甲党务的身份关咧，过去中国咧经营私人的利益做生意。人民做主，还我公投。大声喊口号，国民党要推动公投北台选的公投案。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做公投带头的人，签第一份的联署书，表示要开始进行联署提案，希望明年8月会当通过恢复公投北台选。在当时12月12号3读通过时，蔡英文总统说：“打破鸟笼，还权于民，这是人民做主的历史时刻。”结果，你只让人民做主1年半的历史，之后就变成民进党做主。因为连续伫高雄市2场选举拢选无好，当上国民党的士气。江启臣伫败选了后的头一个公开行程，要积极带领国民党调整脚步，重新搁再出发。跌倒了没有关系，爬起来，重新调整脚步，继续战斗。因为我们是在野党。国民党在此时此刻是不会让人家见缝插针的。伊更有强调，爱为国民党争取更加侪支持。另外，9月7日的全代会，国民党会提出新的方向。副秘书长李英秀接受电台专访的时阵指出，要拒绝美版印象。党公职赴大陆交流的相关的规范准则，我们要把它定出来。哦，是吗？你们就是要调整那个买办印象嘛？杜绝买办印象。哎，你们的中常委很值钱哎，在中国。所以我们现在要让中常委的结构做一些调整。我没有办法说100%，但是我们希望透过一些规范来去做要求。国民党继续画出爱改革，未来两岸关系如何看待？国民党必须爱特别注意。李英秀佮讲到，无中华民国宪法，佮无九二共识。记者郭彩龙之前台北报道。再来讲，监察院所管辖的国家人权委员会虽然已经开始运转，不过但是法律的根据也无，人也无，经费也无，总是在条在野拢有立委讲，这当阵监察院要留还是要废，才是大要紧。不过国家人权委员会高永成副主任嘛讲，等下把这个会职权刑事法单独列出来，紧送立法院去审查。监察院下海国家人权委员会8月7日伫蔡英文总统的主持下正式成立。不过委员会却面临欠法、欠人、欠钱。关系委员会职权刑事监察法修正草案依然伫立院待审，相关人员甲明年度的预算也无到位。虽然监委呼吁赶紧修法，不过调野地委拢认为，目前监院遵会才是优先的议题。人权委员会的职权行使法当然是很紧急、很急迫，但是呢，到底监察院的存废，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在重大跟紧急的2项议题当中，如何去求处调和？不急着审这个法，而应该在尽快启动这个修宪委员会的成立，一并来讨论人权委员会的去从啊。因为就认为，确实未来监察法废止，人权委员会职权法也对咧废除，一切员工是做白工。不过，国家人权委员会副主委高永成表示，因应调遐废监察院的共识，也搁另外提国家人权委员会职权刑事法的草案。是我们当然会撤回已经在立法院的监察法的修正草案，再把监察法修正草案里面原先关于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职权行使的部分，会拉出来单独做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职权行使法。张家斌表示，人权委员会设置甲监院巡会应该脱钩考虑，各呼吁联系各党团应该合作，而且会期应该优先排审人权委员会职权刑事法草案，唔通互人权委员白卡白手。因为就认为应该直接互人权委员会加做独立机关，反倒来用及时来运作。记者综合报道。
咱再来讲，经济部表示有要修正限制用电的办法，其中会去列到因为战争、天灾也是政治者的原因，主管机关拢会当宣布紧急限电。但外界也咧猜疑讲，什么款政治原因讲会地区欠电呢？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是表示，即便修改法律，不过是提防未来可能会去欠着电的情形，量早暗算大升呢。815大停电3周年前一天，经济部偷偷公告修正电源不足时期限制用电办法，新增加第4条之一。因为政治、经济、战争、天灾，也是其他重大因素，地区国内电力供应预期发生严重不足的时阵，中央主管机关会当启动紧急限电。这嘛是15年以来头一摆修正。外界质疑讲是安怎经伫这个时机来修法，其中明定的政治甲经济因素是安怎造成供电不足，政治限电引起争议。经济部现在做相关办法的修订，这是因应我们各种情况，对于相关的行政命令与时更新的必要，这跟所谓政治限电根本没有关系。负责供电责任的台电是表示，唔知影讲经济部修法，无参加讨论，嘛无启用定顺。那这是属于能源政策的部分啊，台电公司没有参与。那么如果将来制定之后，台电公司是国家能源政策的执行单位啊，我会按照国家法律跟上级的命令来执行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工作。到今卖电源不足限电办法执行甲通报机制会分3阶段来实施。第一阶段是备转用量率伫咧6%以下，会减压3%；第二阶段备转用量瞬间伫咧900兆瓦以下，采临时性减少用电；第3阶段伫咧500兆瓦以下，才会讨论限电措施。毋过工商界甲学者嘛表示，政府这届限电修法其实就若像是伫证实台湾有欠电的问题，敢若是提早应用。能源政策跟外交政策没有办法改，那么缺电可能很难避免，所以修法是必要的。若是要限电，首要的对象就是客户用量5000千瓦以上的工业用户，限电5%；1000千瓦以上无超过5000千瓦，还有1000千瓦用户限电5%。上严重的话，会分区轮流停电，大概50分钟。若是国防交通，还有其他重要用户是无受到限制。不离个相对应的紧急限电管制措施会安怎定期？官员嘛私底下表示，后续会搁定出相对应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新历7月15，振兴3倍券才开始分落去民间。21日到国民党台南市的议员王家晶讲出有点头去收到假的3倍券。这2日，检察官也随调王议员去审问。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人嘛伫安平咧参加再生水厂动土的典礼。伊讲若公众人物提头放假消息，这本来就该当法办。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顶个月20开记者会，讲民间出现假3倍券，民众到银行才发现讲袂当转现金，消息阁互人压落来，因此检方调人问话，有民代就指控，这就是民进党所执政的绿色恐怖。得到了当今第2大这个我们苏揆的青睐，我们前面讲完话，后面剪掉剪紧。就来查办我们民意代表的言论，勇敢的继续说话，勇敢的继续善尽我们的监督原则。行政院长苏贞昌顶晡参加台南安平再生水厂动土典礼时回应，公众人物带头作乱，上法减班是拄好尔。发行的时机、对领的时期都有明文规定，竟然有民意代表。他在都还没有开始对领，就已经虚构事实，这是社会最痛恨的事，所以移送法办刚好而已。苏贞昌的回应有了生气，因此媒体社论批评苏贞昌歪霸执政风格，不管是3倍券的政策，也是学校教育问题，一下令下下骹是无人敢反对。大家可以看到，因为齐心合力，才能防疫有成。因为我们的国会立法院有效力，才能超前部署；因为中央地方合作，才能让台湾民主防疫被世界肯定。这绝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面对在野党的一再批评，苏贞昌也是维持伊个人的回应风格。顶晡才动土的安平再生水厂，已经是台南的第2座再生水厂，打算2024年会当完工，疏解水资源的调度压力，逐日通提供3.75万吨的再生水，予台积电等企业稳定南科高科技的产业用水。记者综合报道。
咱再来讲，早起劳动部开会审议，决定讲明年的基本工资月级的对资本的23800块调整起来变24000，若算点钟的薪水也对158起来到160块，嘛建议行政院对明年新历的元旦开始实施。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经济跟社会情势都跟过去不同。那我希望各位委员能够在兼顾劳资权益的考量下，那么今天能够充分、理性、和谐的沟通。基本工资审议规管会18早起正式开始，劳动部长柯明春打开场就先主预防下，爱劳资代表伫咧会议顶管理性沟通。因为今年出现武汉肺炎伫咧全世界大流行，疫情一定会变做双方关心的重点。劳资双方嘛拢伫咧会议进前个别提出表示。对，要暂缓实施，就是今年要暂缓实施。年底的疫情怎么样啊？看明年到底怎么样啊？再来做决定吧。到明年农历春节前倒闭的企业会很多吧？或者收起来的企业也会很多。主方认为讲，制造业受到疫情的影响，部分工厂接袂到订单，就算讲18审议结果决定讲要起价，嘛应该要10月实施，目标伫咧明年1月7日就开始。但是劳方强调讲，加薪水是台湾的见效代，以 OECD 制定的加薪做标准来看，伫咧台湾一个月薪水若是伫咧27333块以下，拢是加薪的代表。所以坚持讲，伫咧疫情也搁伫咧均价的状况之下，基本工资也是应该略略起一寡。今年务必一定要涨，但是所谓的调涨可能是比较温和式的调涨，至少今年还是要维持3到5%的一个幅度。来看最近这几年基本工资调整的幅度拢有3%到7%之间。今年的月薪23800块，时薪158块。劳方认为讲明年起的幅度嘛上无应该要有3%至5%。柯明春嘛表示，虽然疫情的冲击还未完全消退，不过国内下半年的经济有恢复的趋势。最近就业市场嘛有转好的现象。柯明春讲的话嘛，互政府的立场留一个无确定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劳动部看完，咱来讲外交部。7月初，非洲的新国家索马利兰共和国宣布要和台湾互相对接代表处，昨昨也正式挂牌了。外交部吴钊燮部长经过镜头连线，和对方的外交首长同齐签双边技术合作协定的文书，宣布从此会愈加强两国中间各方面的往来。台湾驻索马利兰共和国代表处17正式挂牌，第一任代表由驻沙特阿拉伯参事罗振华出任，外交部长吴钊燮甲索马利兰外交部长莫加辛以视讯方式出席，开场由总统蔡文有录影片祝贺。In th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for mutual benefits, Taiwan is firmly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Somaliland in areas and made the Taiwan-Somaliland partnership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peace, freedom, and prosper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 在典礼当中，将国旗升起来。吴钊燮甲莫加辛在典礼当中共同签署两国技术合作协定，展开两国有利民生的合作计划。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也要伫索马利兰设立台湾驻索马利兰技术团。Since 2009, our two countries have collaborated in healthcare, educ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Now the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s officially commencing operations. 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widen and deepen the scope of our cooperation. 穆亚辛部长他在致辞的时候强调，随着非洲之角、红海还有亚丁湾地区的国际重要性日增，目前是台湾跟索马利兰两国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最佳时刻。索马利兰驻台代表莫莫德初次已经到台湾，目前伫咧居家隔离，各筹备代表处的开馆的代志。伊表示，陆见两国外交部长共同主持仪式，也透露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真紧对开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消息，顶日啊，美国公布要制裁一寡中国官员，其中嘛包含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昨早起，伊也表示讲，这款手段虽然会造成个人的不便，不过伊是未去互制裁吓倒落去。不过林郑月娥嘛强调讲，国家安全法本身不是武器，是咧保护香港的安全，用来处罚犯罪的人，有警恶杜奸的效能。有人講話叫政府你慎防將國安法武器化嚇，我就真係好驚訝。
國安法係一條保護國家安全、香港安全嘅法律嘅條文。某程度上，佢本身你可以話係一個法治嘅武器，懲罰嘅係一啲犯罪嘅人。呢個國安法係愛嚟即係警惡懲奸嘅，因為佢又既有即係防範，又有制止，又有懲治嘅功能。咁所以即係將國安法同武器化擺埋一齊咧，我就真係難以理解。另外，林鄭月娥特首嘛講，當香港有4成武漢肺炎的患者找無染病源頭，確實有社區感染的風險。經濟方面，隨着要公布的失業率，實在也無通樂觀。總是香港政府會推出第3批防疫抗疫基金來援助企業。因為香港立法會的選舉要按一冬，但香港政府嘛忙講，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會當趕緊召開，處理傳染症所引起的經濟問題。再來講，歐洲的白俄羅斯這國總統選舉已經執政26冬，專制總統盧卡申科宣布摕到8成票連任，但是引起超過20萬的百姓行上街頭抗議造票。但盧卡申科總統也落軟講，大選公民投票通過新憲法了後，就會重新舉辦總統大選。這陣歐洲聯盟27國的領袖也攏已經密切地關心這陣政治事件的變化。白俄羅斯大選了後，認為選舉有問題，反對派支持者已經在街仔路抗議超過1禮拜。首都明斯克5000個工人17假日罷工，嘛去街仔路抗議。總統盧卡申科去到工場，原本就是講會當得到支持者甲応援，想袂到才等下落車就去哄搶。Если хоть один спровоцирует что-то здесь, разберемся жестоко. Поэтому будь мужиком. Вас толпа, а я один. Опусти телефон. 面臨執政26年來上大的危機，盧卡申科頂禮拜對支持者講，以期全國重新辦大選。嘛轉達俄羅斯總統普廷已經同意講，若是有需要會提供軍事的協助。不過，即賣伊態度有較軟軟，關於佇個公投了後，重新大選移交權力。Вы ее должны принять на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прежнюю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ринимали на референдуме. 初到大選了後，反政府支持者佇個街仔路的抗議是無效果，已經走去立陶宛的反對派總統候選人蒂哈諾斯卡亞，講已經準備好要承擔國家的責任。Мы все хотим выйти из этого бесконечного круга, в котором оказались 26 лет назад. Я готова принять на себ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выступить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в качеств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лидера, с тем, чтобы страна успокоилась, вошла в нормальный ритм. 蒂哈諾斯卡亞願意接任臨時總統，還佫答應講會釋放政治犯，而且重新舉行透明、佮民主的總統選舉。後面表示反對俄羅斯的介入，嘛強調講白俄羅斯人有權利決定未來的領袖，嘛無法度接受當局對抗爭者暴力的對待。後面27國的領袖會伫個19召開緊急視訊會議，因為後面甲北約成員國的愛沙尼亞是呼籲聯合國安理會召開會議，因為白俄羅斯面臨的危機已經對國際安全造成威脅。記者綜合報道。下晡上最新的消息來講，台北地檢署偵辦立法委員受人訛洗的案件，過手前項的中人郭啟明目前已經認口供，轉做是污點的證人。早起檢察官嘛頭一擺審問目前在押的國民黨立委陳超明，下晡也審問民進黨立委蘇震清。去審問國民黨立委陳超明，要理清伊的辦公室主任梁文逸的口供敢有事實。下晡也審問民進黨立委蘇震清查明案情。雖然兩個立委到今也無承認有受人訛洗，不過檢察官發覺說辭和因個人辦公室的主任攏無一致，4個人當也攏總受壓。梁文逸所提出控告受壓的主張，緊接今仔日法院就會裁定。咱過來講，頂禮拜五，台南市明德外役監獄內底一個受刑人連三營，利用勞工搶的時陣脫走。隔兩天，警方規定去甲伊圍，嘛是也無過手。昨下晡刑事局決定公布伊面容的形象，要求警察人員都要斟酌。嘛判斷講，這個脫監的連某人真有可能還佫秘踮台南市內。
华南街高雄后边看，确实无人发现监视器画面翕到少年的受刑人逃走的身影。这个月14，伊甲另外13人伫山上区一间螺丝工厂进行监察作业，当日下晡煞利用倒粪扫时阵逃走。警方发现了后，赶紧通报警政单位。15暗时，警方伫台南新营区掌握伊的行踪，准备抓人，是毋到煞无成功。连检叫前妻到后座，他自己开车冲撞警车，本分局对轮胎射击2枪后翻车嫌犯翻车，然后连险丢下前妻逃逸无踪。刑事局14下晡公布连胜受刑人的面容，说明伊可能藏伫台南市。目前全台有3个外野监察，伫台南花莲甲桃园，另外3个男性外野分家，甲2个女性外野分家。这名58岁连胜受刑人，2013年因为违反青校短休管制条例被判2年半，刑期已经过半，是1级的受刑人，逐工拢会办理接见，而且每个月拢有假期。工厂跟本间之间，他等于是自行往返，所以他没有回来，我们才知道他没有回来。他在园的期间呢，表现还正常那曾经有3次返家，都能够准时返监返监后各项的形状也都还表现没有异常。我们全台南市16个分局都已经把它列为最重点的对象。警方表示，少年受刑人由警某接刑，警某牵涉协助逃脱，惨犯人被hand送，全市警力联合追查，一定要将伊抓到。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台北地检署查出讲，生物科技产业的大公司康友制药董事长黄文烈，可能有甲下手公司的资金搬过手，金额阁达到7亿才济。昨昏检察官已经透明的新闻牵涉在内会计师，阁有康友公司手下的员工，嘛发出股票要求黄文烈要赶紧到案说明。我要澄清一下，请问康友的财报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谢谢，侦查不公开。你做假账吗？侦查不公开，不好意思。你们身为专业的会计师，为什么没有做好把关的工作？检调机关追查发觉讲，2018年的时，康友公司在咧中国安徽省投资100%的下手公司乐安花园制药营运有困难，却无表明。佮抵押公司去借7亿的资金，嘛制作出不实的财务报表，牵涉违反证券交易法。昨昏经过搜查甲约谈，涉案的人员其中2个会计师是1人30万交保，有去查到康友股票的盘商黄耀宏，检察官当申请要收押禁结。康友公司的黄文烈董事长目前是阁全无音讯。来关心医疗方面的新消息，红婴仔若单纯饲人奶，敢会比人较细粒子？家人中科病院的医师当研究出，干那用母奶饲甲1岁幼婴仔，因为体内欠铁质来产生欠血比例，比较有透染着牛奶粉咧饲的囡仔会加9倍出来。阁有维他命 D 不足的比例嘛，加人6倍悬。若讲较细粒子，量比就是欠这2种营养分的原因来锁定。为着囡仔健康，真侪红婴仔妈妈拢会饲人奶，但是另外一方面嘛，烦恼讲营养感会不够。大家现在开始都推倡母乳嘛，然后我自己也喂了1年半，想说母乳有抗体，但是其实光是母乳好像还是不够的，因为现在还是母乳没有维他命 D。那个时候是因为，他皮肤很白，那我们以为可能就是小孩子皮肤偏白，都没有表情。医生就是问了几个问题后，发现说不是哦，他这样子。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它可能就是缺铁。其实，伫咧过去有研究认为讲，单纯食人奶的囡仔较适合，认为讲高饲人奶会影响囡仔成长。家人中家团队针对630个囡仔进行检测研究，其中单纯饲人奶的191个，配方奶也是男奶饲的439个，都1个月追踪到3个月，结果发现以单纯饲人奶的囡仔1岁时阵得着欠铁性贫血的几率是男奶饲的囡仔的9倍。维生素 D 无够的比例嘛，悬出6倍。推测讲，单纯饲人奶的囡仔成长会较慢，可能甲欠维生素 D 甲体质有真大的关联性。维生素 D 的话，它最严重就是我们所谓的佝偻症。那初期如果血液浓度比较低的话，事实上是看不出来的哈。有些可能只是说，它的那个囟门比较慢关，或
或者是牙齿长得比较慢，或者是说他的那个1岁过后，他如果开始站立的话，他的那个脚就会呈现 O 型腿。医生嘛表示，人力营养是一般配方量无法度取代的，国内外嘛拢建议会使继续持间2岁，但是为着要降低囡仔成长较慢的几率，囡仔打出血的时阵，若是单纯饲人力的话食，应该补充用这维生素 D， 等待囡仔4个月大的时阵，会当用副食品来加强补充体质。记者综合报道。嘛来关心农业的新消息，中兴大学和农委会农业试验所合作，党有经台湾红梨、日头花等等，拢种4款草木的种子，参加日本的科学计划。10月就会送上太空船，经过头尾4月日的太空旅行。这摆的计划就是要了解讲种子入太空，经过高度辐射的环境了后，别日再搁再种落土，会产生什么款的精彩甲变化？一粒一粒台湾红梨种子，还有已经杀菌过的日头花、甲粉红蝴蝶兰的种子，收落来伊要去一座太空旅行。粉红蝴蝶兰、台湾红梨、日头花甲环境4种植物的种子，会头一届送上太空。就是希望亚洲这些国家可以选定一些种子，单去太空做一下，放在太空旅行，然后看看太空的环境包括无重力，包括一些辐射，会不会造成种子的一些影响。今年10月，这个种子会透过美国太空所送去国际太空站，会伫太空站内底的日本起步实验室内底，放4个月了后，再搁送倒转来地球。研究团队希望了解讲，种子经过微动力、甲高辐射等等外太空环境的影响了后，搁再倒转来地球种，而且甲其他同款的食物来比较，看敢是会产生无同款的变化。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微重力，那以及高辐射。我们的植物生长的发育都会受到我们重力的影响，而会有所差异。那高的辐射，它其实对于基因的突变是会有影响的。这届活动是台湾的种子头一届去入太空，参加日本一个免费科学计划，合作太空种子亚洲未来，来研究太空的环境对食物的影响。目前已经有9个国家16种食物的种子要做伙送去入太空。也若台湾选的种子有台湾红梨10公克、粉红蝴蝶兰1公克、日头花20公克、番茄仔16公克。台湾研究团队希望会当了解太空环境对种子改变的可能性，嘛希望未来会当鼓励学生参与太空的热情。记者综合报道。昨早起有43个对台南来的登山客，入去嘉义县阿里山、红山川石鼓盘的风景区要爬山，其中有10个是去行千人洞这条线路。不过到下晡会合的时，煞有3个山友走线去，无看人。消防人员嘛赶紧动员山内砖头的巡守队，加早到暗时11点，3个拢总有找到人。消防人员甲被救援的山友，一群人伫暗时落山。嘉义县阿里山乡的红山川石鼓盘风景区，17号下晡发生有山友失去联络的情况，消防人员甲红山社区巡守队赶紧入去山区找人，加在山区的天气袂歹，降低救援的难度。那在夜间11时左右在千人洞附近寻获书信民众等3人并接驳头灯等民生物资然后护送他们一行人下山。阿里山红山川的千人洞是为少要去水漾森林的山友选择休困静眠的所在，但是要来到这，除了路线复杂以外，有的路段阁需要救索白，阁加上手机无信号，所以如果发生事故，常常拢会增加救援的难度。因为这条路线常常有崩塌还有这个山壁还有那个断崖的这个很多的地段那提醒游客要上山之前一定要准备相关的登山器具，还有要请向导熟悉路线。它并不是一个大众路线，希望要进去的人能够找峰山的当地人来作为向导带进去，因为他们对地方比较熟悉路况比较了解，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自己就入山了。消防局嘛表示，山若开放正式开始了后，增加民众进入山域的机会。不过，山区的气候、地形甲平地无同款，民众除了爱了解山区的情况以外，嘛应该爱准备完整的装备，过来进入，才会当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山讲完，咱来讲海。几日前，屏东垦丁有呛水的教练伫海水内底，看到2只即阵已经真罕见的乌斑鲨鱼。有几个拍苦含呛水的民众做伙收15分钟久。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的专家嘛表示讲，恒春半岛的海底本地即款鲨鱼确实会现面，不过这几年煞变了真罕见，确实这是生态的问题。
唱水教练因红色锁啊落水训练，就伫伊唱到25公尺的所在，想要休困一下，雄雄发现一个真大乌影，有压迫感觉出现伫身躯边。唱水教练上细细看是一尾大鲨鱼。水下的能见度也非常的差，就是一定要非常近才看得清楚。所以当那个黑影游很近的时候，我才发现是鲨鱼。最近的时候大概有游到真的是。大概1.5公尺左右，就是你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得到它。唱水教练意外甲鲨鱼斗阵收15分钟。专家指出，珊瑚大鲨鱼专门食小型的鱼类，未主动攻击大型的动物。发现这尾鲨鱼不只是无攻击性，也阁是罕见的乌边奇珍鲨。有朴实的身体，身长延到2.6公尺。以台湾来讲，分布伫东北部甲澎湖沿岸，因为是属于非保育类，渔民会掠来卖，数量即嘛是愈来愈少，是属于濒危的动物。以前有过度捕捞或者环境的那个过度开发这一类的呢，让鲨鱼不再靠近。我们台湾垦丁区的鲨鱼已经非常少了。你看国外那个潜水的地方，那个珊瑚礁潜水的地方。绝大部分你只要下水之后，鲨鱼在你身边。专家表示，恒春半岛的海域这几年来受环境开发甲污染影响，鲨鱼也变甲真罕见，对生态并不是好代志。伊认为一个健康生态是需要食物链顶悬的掠食者，才袂互部分物种过量，致使生态失衡。记者综合报道。旧历7月份年咪要到咯，台北市天母的里长过去拢会甲树东国小照场所办中原普渡，不过今年学校这方面说讲无要甲特别的宗教团体斗宣传。场所无同意招人，里长嘛去找议员订正。议员是强调讲，中原普渡办伫校内，一来无影响教学，二来嘛无违背善良风俗呢。不过台北市教育局是表示尊重学校家己决定，场所敢有要招人。旧历7月是中原普渡的民俗活动，台北市天母的里长过去拢会向附近的树东国小来招拿球场搭布棚办中原普渡。不过校方今年以袂使帮助特定宗教团体宣传做理由，拒绝里长申请，引起里长不满。我们的普渡不是民俗活动吗？我们7月份就是台湾人会有7月普渡啊。学校租借办法里面是说，你不要违反善良风俗或违反法律的话，是都可以租借的啊。里长是去普跟内当临时找其他空间来办活动，若是根据台北市议会民委会去年12月初5做出来决议，为着要维护学校的清洁甲学生的受教权，并且叫甲区公所袂当协助借用学校的场地来办中原普渡的相关活动。里长表示，捌问过民政局得到的回应是，并无限制学校今次要出借场地。机关所指出，教育局的督校伫咧台北市校长群组发布讲，学校袂当替特定的信仰来做宣传活动，也就是宗教袂当进入学校。建议普渡利用细条车路来办，希望公司教育局甲民政局互相提责任。针对这一次的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已经没有意见了。你让校长为难嘛？校长他今天夹在你教育局、民政局还有这个里长之间。教育基本法第6条就规定，校园是中立的，不宜让政治、宗教等进入校园。已经跟邻里之间有比较好的默契，本来以往也都有借用，原则上教育局是没有反对。教育局是回应讲，无明文规定禁止学校出借场地来做普渡使用，尊重学校的做法。议员嘛要求教育局、民政局、甲地方里长、校长、还有家长来充分沟通，针对学校开放的项目甲方式进行全面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咱原来讲花莲东大门夜市为着减少粪扫量，对去年就开始禁止使用免洗碗池。目前已经有200多担拢配合政策，正做是全国头一片环保的夜市。这当阵花莲县的环保局佫新提供环保碗池借人客用，民众倒来用环保的餐具，就会当享受另外拍折减价的优待。调查期间，花莲暗时上闹一个所在就是东大门夜市，不过真条大内粪扫量也真惊人，所以去年开始鼓励400多间摊商禁止用一次性的餐具，目前已经超过200间摊商通过认证。目前整个东大门夜市总共有400个店家，参加的店家242家，但是合格目前已经破200家了。已经其实有倡导1-2个礼拜了，其实客人已经慢慢能够接受了这样子。为鼓励民众享用，民众只要自备环保餐具，也可以享受2块到10块的折扣。无找也无关系，花莲县环保局现场有提供借的，只要付押金100块就能使用。
租，如果我没有带，我会来用。可是重点是我们有带，所以就这一会就目前不会去用到这个需求。就卫生问题吧，还是会有点担心，不知道有没有洗干净或什么消毒。如果说确实都有消毒干净、洗干净是可以借啊。环保局强调，所有环保餐具有消毒清洗，边仔摇水槽啊用洗过才行。另外，油烟检测、资源回收等6大项目拢符合国家环保规章，才予东大门夜市成做全国第1个环保夜市。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就将过去的物件重新再利用。来讲，婚林馆岛南国小日本式的旧宿舍，2011年登记做婚林馆内历史建筑。平常时管理拢是岛南国校咧负责，但县府文化观光处嘛开始推动复原再利用的工程。按算要用1年的时间，把这栋日本式的旧宿舍重新建设做婚林事业中心，会当用作地方故事馆，也是学校的校史馆。位在云林岛南国小对面这栋的历史古建筑，兴建在1945年，是当时最后一批兴建岛南国小的宿舍，仅存的2户，属于商品典型的历史宿舍。2011年被登录为云林历史建筑，过去的管理维护由岛南国小负责。现伫1年后，将启动修复再利用。店面嘛定咧反映讲这个所在是安怎要来爬这个宿舍要来重新整建相信这未来会成为咱岛南另外一个亮点。文管府文管处表示，岛南国小是岛南镇上早成立的国民教育机构，对地方教育和文化发展有相当的影响。这次修复经费总共2000多万，中央补助900万，县府家己种1100万。建修完成后，将作为云林的事业中心。在斗南这个地方呢，我们串联斗南除了我们在这个斗南旧分局，还有这个斗南旧宿舍群这个宿舍群可以同时连贯起来到斗南火车站，也是一个历史建筑。那对整个我们在推展文化观光来讲，会是一个文化廊道。文管处表示，这栋古建筑的主结构保存真好，会当存活当时的生活记忆，而且嘛和岛南国小教学空间强固。经规划设计后，总算开工修复。目前按算开1年的工期，在明年9月完工。除了打造云林的事业中心外，卖作为地方故事馆和校史馆所用。记者为您报道。小学讲完，咱来讲大学。屏东科技大学目前有600多个外国学生，因为惊讲校热经过这学生返来台湾废弃，唔返来，佫无法度继续学业。但大学这边嘛鼓励因尽量留踮台湾，佫安排精彩的活动，望通解除淡薄仔这外国学生思念故乡的苦情。老师和学生啊做伙拍球，大家算甲真欢喜。屏东科技大学伫咧休热期间办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因应疫情，校方鼓励600多名的经学生尽量留伫咧台湾休热，帮伊安排各种形式的活动。没有回去母国的话，他在台湾这段时间，学校就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个，包括体育还有文化从上山到下海，从体验我们的这个客家文化到闽南文化，不仅可以在学校有学到东西，而且还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呢，去认识到我们台湾。伫学校做伙拍球，包括行出去到外口体验客庄的生活、聊客、生态旅游等等，每礼拜拢有丰富的活动，互因大家人拢真期待。还是会很想家，可是既然为了疫情，就是为了家里跟台湾好，就是选择留在这里这样子。去合欢山吧，因为就是有给一点补助，然后我们只要花一点钱就可以去合欢山2天1夜那样。暑假不能回家，的确是会很想家。可是这边的活动很精彩，基本上可以排满整个暑假。虽然全球疫情也搁咧炭烧，不过未少经学生留伫咧疫情相对稳定的台湾，世界去体验了解台湾的文化，要为家己留一个精彩的热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文化方面的消息，咱来讲真拍拼嘛真出名的叶卡千拖剧团，成立到今已经超过10档，因来当咧准备一出全台语的舞台剧。剧名或者足久以前有一个红布，因要搬给囡仔看。因元朗讲读台语的剧本，对因实在是新的挑战。今麦来一个足厉害，更较厉害，比红布更较厉害的，斗起来哦！台顶的演员动作真活跳，大家人拢专心投入咧排练这出全台语的囡仔剧。足久以前有一个红布，伫台顶全台语的演出，演员表示这款经验和演过真无相像。讲台语的时阵，就是较直接，嘿，
那像较无包装，细汉时阵迄种可能回来底物件，就规个安尼出来。听台语讲台词无大问题，不过看剧本就亲像是无字天书，对演员来讲是正大的挑战。像我袂晓罗马语嘛，我无学，所以其实你看本的时阵就歹甲伊记条条。换做台语的时阵，我就爱去用想的记迄声调。限定有全台语的舞台剧伫咧扮演，毋但演员爱克服台语这关，对观众来讲，嘛可能会听无完全，敢会烦恼影响到营销。演员和制作人拢表示，看戏是看几出的，观众和演员做伙耍都无问题。我袂去想伤济，因为你表达的时阵，我的感情会传到你遐，我免一句一句，互你真正了解，亲像。咱去外国看戏的时阵嘛是，唔免惊啦，像我大语也讲哩哩啦啦，哩哩啦啦，伫这过程中未来看戏，伫这过程中大家做阵学到真爽。这道的戏出要讲囡仔人冒险的故事，是导演少年时用伊的家庭经验所写的。导演望唔是看老热了就煞过，嘛会使互大人囡仔新的想法。家己做妈妈了后，才发现讲啊，爸母的心情是真正是做无共款，所以即马做这个故事就是有两种看法伫内底，你会当用囡仔的角度去看，嘛会当用爸母的角度去看。罗利亚剧团成立超过10档，因扮演台湾土地的故事。为2016年开始推出用台语讲故事给幼囡仔听，刷落来文山剧场这场全台语的舞台剧，都是因累积能量，要予大细汉囡仔的礼物。记者尤维珍、林昆明台北报道。咱搁来讲台东县囡仔的自学教单已经帮助过上千个弱势幼囡仔。人叫伊丹爸的创办人陈俊朗，去年过身了后，由原老路要带幼囡仔用陆地、海面、甲空中的角度熟悉台湾，培养自信的心愿。今年接续经营自学的陈彦涵，为着完成陈先生的遗愿，今仔日嘛带7个高中生去行中央线尾。18日早，囡仔切学7名高中生由老师甲登山向导带伫台东治本林道，向山向大地祈福，准备带创办人陈爸爸熟悉台湾3部曲最后的遗愿，用中央线尾大小几何出发。大小几何伫中央线尾台东县甲屏东县交界原始森林，海拔有2000多公尺，山路充满挑战。这任务也符合囡仔切学创办人陈爸爸希望辅助弱势囡仔用自立自强、接受考验、充满自信的初衷。我们为了这次的活动准备了好几个月，成就感，可以挑战自己。囡仔切学为10年前就规划要予囡仔熟悉家己、熟悉台湾。陈爸爸设计查考船、脚踏车甲登山环岛台湾3部曲，接受辅助囡仔培养自信、迎接未来课程。目前已经完成查考船甲脚踏车。不过去年陈爸爸雄雄过身，接班人要完成伊的遗愿，继续带囡仔迎接挑战。其实这一趟难度很高，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可以，他们只要走回来，一定是他们人生很重要的养分。伊表示，陈爸爸过去用个人的生命点导切学囡仔成长的路，未来会善用各界资源，用集体力量，带弱势囡仔伫成长的路上建立自信，也希望社会各界能继续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群婚龄的青年人，时常踮伫咧网络招募民众，去到庄脚参加废物回收、重新再利用的活动。经过教导学生同齐做竹牌啊，嘛望叫醒愈侪人爱惜环境、重视环保的议题。濒临死亡的海边啊，食物垃圾囤伫遐，严重影响当地景观。有一群回乡打拼的少年人，专利用网络号召少年朋友，摕海洋垃圾来做竹牌啊。体验这环保的快乐。我们大概都市生活，然后就可以接触到一些平常没有接触过的事情，然后也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体验。整个生产链的末端，就我们在消费，然后我们没有走到就是前面这一块。这群回乡打拼的少年人，唔但和在地企鹅仔勇士业者合作，佮利用废鹅病留落来竹仔和鹅仔壳，打造出实用的工具，也是特殊的装置艺术。海边其实它的废弃物问题很多，那希望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回响。我们要收集竹子，然后选材要会使用锯子去切割，那会要使用绑铁丝的技巧，那去做好一艘船。那我们待会做好之后，就实际让他们下航，让他们知道说，哦，你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制造出另外一个垃圾。那你之后会带回过来？
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来参观看一下，因为这边看海其实也蛮舒服。大都市的少年朋友来增加体验海口人的生活，入捌地方的产业，透过这款趣味的活动，嘛会当互因了解保护海洋环境、珍惜海洋资源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虽然今年第7号的风台未直接影响台湾，不过外围的云同款会造成东半部、南部有的地头会落短暂的阵雨，也是雷公雨。搁有北部地区和中部的山区，嘛有淡薄仔短暂的阵雨。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9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29度到33度。金门、马祖、澎湖29度到38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清。明天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秘书。虽然上班的时阵我拢穿黑的、甲白较济，不过我较介意迄灰巴里鸟的啦。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色字，色字汉字写作色字，罗马字写作思义色多义字，色第4条，字第7条。台语咧讲色字有2款构词方式，一款是伊本身是色字的名，像红的、黄的、青、空的、土的，这款构词方式袂伫色字的名后壁加色迄字，像红的袂讲红色。一款是摕物件的色字来做色字的名，亲像柑仔色。桥仔色、咖啡色、土色、鸟鼠色，拢会伫后壁加一个色，互人知影是咧讲色字。台语的语词内底有袂少拢甲色字有关系，像手骨弄甲乌青、好食的红菇粿，咧讲人生做坏恶、恐怖的青面獠牙等等。若是动物是物的名，有色字的搁较侪。动物像白灵狮、乌面腊杯、青猪仔；食物有黄豆、红芪、白木耳等等。俗语讲红水乌大斑，是咧形容人对色字的感受，感觉红的较水，乌的较大斑。较高贵，这句俗语有当时嘛会当用伫学老人的穿插，好看有气质。阁有一句俗语讲：白白布染甲乌，本来是白布，硬互人染做乌的。这就亲像即阵伫网络足侪假的消息，互人一直传到尾啊，哪像真的共款，
是一款刁工甲人伤害、害人防冤枉的行为。溜色滴红的、柑仔色、黄的、青的、孔的、椒仔色、红水乌大斑、白白布染甲乌。落尾，我要讲一个味菜，互大家要看卖。红关公、白老鳖、乌张飞、走起味，互你要一款果子是啥物？就是有红的壳、白肉、乌的籽、奶汁啦。好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